今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正有表明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是完全照双方的需求来设计。行政院政务委员戴振中嘛讲，希望甲美国来朝关税协商。不过戴琪是回应讲，美国现阶段未甲任何国家来展开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顶一日伫阿斯本安全论坛接受采访，去互问到敢会甲台湾展开自由贸易的协定，戴琪表示未排除。不过美国当局未寻求甲任何国家达成非常全面、上大限度自由的协定。It's 2023. We need new policies. There's innovation going on all around us. When we were negotiating those agreements, we need to be embracing innovation in our trade policy, and that's what we're doing. 戴琪指出，美国拢会试甲合作谈判定出贸易计划，是按双方利益打造设计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今年6月7日已经签署头一批协定，内容包括贸易便利化、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诈钱等等5项议题。在国会支持之下，双方当针对其他的议题展开协商，继续扩大协定。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顶一日表示，后一个阶段的谈判无排除增加亲像农业、劳工等等国家的议题，甚至进行关税协商。台湾虽然不在印太经济架构里面，但是它对台美的协议已经纳入印太经济架构所有的元素。我们现在台美倡议实际上就是在往完整 FTA 的目标迈进。等到这个拜登政府如果可以准备好可以谈自由化的部分的话，那现在戴琪看起来有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正面讯息。专家认为讲，台湾有机会会当进一步突破协商，讨论局部自由化降税，亲像国内半导体、制造业等等的产业，拢有机会将做双方讨论局部自由化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